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哎。哪里不一样啊？你今天出门之前有先看一下你的马的吗？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马的是袜子的意思。一个红色，一个绿色。哎呦，点点，你该不会所有的马的都不成双成对吧？才没有嘞！昨天妈妈有叫我帮忙折衣服，我有把内衣、内裤、袜子都分开放，而且都放得很整齐哦。你有把带伞妹、带夫位还有马的分开来放，那应该不会穿错才对啊。彤彤姐姐，你在说客家话哦，说慢一点了。带伞妹就是内衣的意思，带夫位是内裤的意思。有把带伞妹还有带夫位分开来放，应该没有问题才对啊。彤彤姐姐，我跟你说，那是因为呢，点点今天睡太晚了，上学来不及，所以穿错了啦。点点昨天又看电视看太晚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因为昨天有好看的卡通嘛，一不小心就看太晚了。这是什么？带伞妹内衣，带伞妹内衣，这是什么呢？带伞妹，这是一件内衣。这是什么？带夫位内裤，带夫位内裤，这是什么呢？带夫位，这是一件内裤。这是什么？马的袜子，马的袜子，这是什么呢？马的，这是一双袜子。小咪好棒啊！带伞妹，带夫位，马的，这些客家话你都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罗亮。